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聊中東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90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90天，也是哈梅内尔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發的第90天，同時也是很多以粉、毛拉粉，還有川黑的黑暗的第90天。如山考妣的第90天，而且第90天现在峰回路轉，特朗普又抡起了他這個小鐵錘，大鐵錘收起來了，小鐵錘不停的在敲打這個伊朗。為什麼說是小鐵錘？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7日以一名美國官員為消息源報道，美東時間當天，美軍在伊朗實施新的空襲，目標是一處對美軍及商業航運構成威脅的地點。你看，打的就是伊朗，理由就是你那個地方威脅了美軍，還不是說伊朗打了美軍，是你那地方威脅了商業航運，就是霍爾木茲海峽，所以就給你兩個小鐵錘錘一下。美軍同時攔截了從伊朗發射的數架無人機。那伊朗方面怎麼說呢？根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28日凌晨，就是今天早上，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東傳出3聲爆炸聲。與此同時，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統啟動，開火15分鐘，已經是第2次了。上一次是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同樣傳出3聲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隨後發布消息，和美國媒體報道顯示，美軍對2艘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導彈發射陣地進行了自衛性空襲，而伊朗則指責美方違反停火協議，並保留反擊的權利。你看，這美軍根本就不搭理這個朗子，不聽話就錘子給錘一頓。伊朗到現在還不敢說美軍現在這個停火協議失效，你說這氣人吧？這確實讓這個伊朗粉如喪考妣，比死了親爹還難受。網上有很多毛拉粉、哈馬斯粉，也不知道怎麼想的，這就是支持哈馬斯，支持毛拉。當然了，他們歸根結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可能就是川黑，也就是特朗普做什麼都是錯的，無腦黑。他們信奉的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特朗普的敵人那就是朋友。所以說這個毛拉他爹就成了他爹，這個地保一樣的，有很多人莫名其妙成了他爹，一看爹挨揍，心裡100個不舒服，各種陰陽怪氣，這爹又挨揍了。雖然揍的不狠，但是這個爹也是牙打掉了往肚子裡咽。這個《紅樓夢》裡面說的，胳膊折了袖裡藏。那伊朗現在就是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因為特朗普現在變臉了，他又變臉了。特朗普不是27日召開那個內閣會議嗎？他本來去戴維營召開的，後來說天氣惡劣，就改成在白宮召開。這個內閣會議顯然是開完了。根據媒體報道說，特朗普在這個內閣會議上表達了他對當前美伊協議內容仍不滿意，但是德黑蘭方面非常希望達成協議。他同時強調，美國目前不會放鬆對伊朗的制裁，也不排除再次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根據媒體報道，特朗普當天在白宮舉行的內閣會議並接受媒體提問，談及與伊朗的談判進展時，特朗普表示，我認為進展非常順利，他們已經開始向我們交出那些必須交出的東西。不過，特朗普隨後話鋒一轉，強調自己對協議內容依然不滿意。他說，伊朗有強烈意願，他們非常希望達成協議，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做到。我們對這項協議並不滿意，但最終我們會滿意。要麼如此，要麼我們就只能把事情徹底解決。也就是說，他這個潛台詞就是美軍繼續行動，談不行的就是打。特朗普還警告稱，如果伊朗願意配合，那當然最好，但如果拒絕，美國國防部長豪克塞斯就會去徹底解決他們。對於濃縮鈾庫存這400公斤60%的濃縮鈾的問題記者就問，他說你是不是允許俄羅斯或者某大國接收伊朗的濃縮鈾庫存？特朗普明確表示不行，我對此不會感到放心。這個說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說，把濃縮鈾放到第三國那是不行的。特朗普已經退了一步了，要麼拿到美國，要麼在伊朗當地，要麼到第三方國家，但是結局都一樣，只有一個就是銷毀。也不只是說銷毀地點可以商量，結局是400公斤60%的濃縮鈾要銷毀掉。那只有你拉到美國去銷毀，那最好了，在伊朗當地銷毀可以，
如果雙方認可的第三國去銷毀也可以，不是保管，是銷毀掉。在被問及美國是否考慮放鬆對伊朗制裁，容許其石油重新進入國際市場時，特朗普回應稱，目前並未討論解除制裁或向伊朗提供資金的問題。這個就是咱們昨天說的，這個伊朗的外長阿勒格齊和這個議長卡利巴夫去卡塔爾談判斡旋，實際上希望卡塔爾或者是沙特這一國家成為擔保人。擔保人的意思就是，我現在開始按照這個框架協議開始執行了，那你美國不願意解冻資金，但是我也要錢，怎麼辦？所以就讓中間擔保人你先給錢，我這完成了，那美國也應該履行協議，要解凍資金，美国解冻的資金再來給這些擔保人，就這麼一個擔保。但是現在大家知道是吧？你不要说國如國了，就是個人你也不能隨便擔保，一擔保你就完蛋了，你就上當了。所以說卡塔爾、阿拉伯估計壓力很大，也可能最后負責任的這些擔保國不擔保，這兩人嗆在這兒，協議簽不了。這個大家也能理解。你想啊，朗子和美國現在正在兩人較劲，這時候卡塔爾、沙特跑去斡旋，朗子就是说相信美国啊，我不信任他。那斡旋方沙特、卡塔爾肯定說這個美國是有信譽的，值得信賴。那伊朗就說了，那既然你相信他，那你來擔保。你看，確實這樣讓這些中間人很難做啊。你怎麼勸？你比如說，今天5月27日是伊斯蘭世界重要的節日古爾邦節，強硬派宗教長老哈塔米在德黑蘭大學發表節日講話，在談到伊朗與美國的談判時，哈塔米稱敵人在談判中始終伴隨着欺騙和謊言，其真正目的並非談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怒斥這位歷史上罕見的大騙子，哪怕只說一句真話也好，好讓人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說真話。也就是說，這伊朗人他堅稱跟美國沒有任何信譽可言。你這些巴基斯坦、你沙特、你這個埃及、土耳其、卡塔爾，你來斡旋，我不相信美國，那怎麼辦？你們擔保。我想現在恐怕拉鋸就在這兒，誰又願意去擔保呢？我們接着看特朗普。特朗普說，我們掌控着他們声稱屬於自己的資金，也就是凍結了伊朗的那個資產。只有當他們表現良好，做正確的事情時，我們才會把錢給他們。但現在不會。這就是特朗普的，他是說你伊朗已經你達到1、2、3、4、5、6、7，你都滿足了，我才能給你解凍資金。而這伊朗要就是你現在就給我先解凍多少資金，我開始幹活。此外，特朗普強調，霍爾木茲海峽屬於國際水域，必須向所有國家開放，這也是當前談判的一部分。美國將持續監控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沒有人能夠控制它。伊朗不是換了個說法嗎？伊朗現在在框架協議裡面，就是諒解備忘錄裡面，他說霍爾木茲海峽跟你美國沒關係，那個是我跟阿曼我們兩個人商量，我們也不收這個通訊費，我們要收環境保護費，要收服務費，是這意思吧？也就是諒解備忘錄裡面不需要去談霍爾木茲海峽，我們霍爾木茲海峽管轄呀，我跟阿曼去談。結果特朗普說不行，你給我打住，霍爾木茲海峽跟你沒關係。特朗普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不歸任何人管轄。如果盟友阿曼在重新開放海峽問題上站在伊朗一邊，美國將對阿曼發動攻擊。你看特朗普這個梟雄本色就露出來了，不聽話就揍阿曼。如果你要跟伊朗兩人沆瀣一氣，对吧？一起揍。當被問及是否會接受一項允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的短期協議時，特朗普說阿曼必須守規矩，否則將炸毀他們。雖然特朗普說的話有點霸氣，有點這個感覺有點蠻不講理，但是對付這些小流氓的就得這樣。你憑啥動不動就攔路收費？難道真還沒人管了嗎？這不就遇到一個愣頭，就是特朗普。特朗普說霍爾木茲海峽將對所有人開放，這是國際水域，阿曼必須像其他國家一樣守規矩，否則我們就不得不炸毀他們。他們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會安分守己。白宮和阿曼駐華盛頓大使館尚未對特朗普的言論做出回應。我的印象中，阿曼好像是反对伊朗的這個攔路收費，就是阿曼他不支持的。但是官方表態，我有印象，咱們節目介紹過。但是不排除阿曼他心裡是願意的。你想啊，有錢賺誰不賺呢？何況這個錢還是意外之財，是天上掉下來的。
他也沒爭取，是伊朗人死乞白賴的拉着，人家也就阿曼不排除阿曼內心他是半推半就，你白送的錢為什麼不要呢？何況這黑鍋是伊朗背，不排除這種，但是他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我不同意收費，但是伊朗逼着我收費，你們也不能打伊朗，我也怕他，你看看。所以特朗普警告阿曼，你可別玩這一招。特朗普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不歸任何人管轄，美國將維護海峽秩序，但不會有人控制它。這也是我們與伊朗談判的一部分。也就是伊朗，你就不要什麼曲線救國了。伊朗他老想第一步先宣示对海峽的主權，他達到這個他就夠了。全球你們大家都認可這個海峽現在主權歸我，那他後面他有了初一。他後面就可以做15了，後面就可以開始變相去收費，管理那就收費，對不對？那就他先收污染費、環境污染費、服務費，以後他叫什麼強迫服務。此前，伊朗國家電視台報道稱，伊方獲得了一份非正式的議案草案，草案將在1個月內將這條戰略水道的商業航運恢復到戰前水平。伊朗和阿曼將共同管理海峽交通，框架還將包括美國解除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並從伊朗附近撤出軍事力量。路透社報道指出，特朗普的最新聲明表明，美伊兩國尋求達成初步協議，以結束這場戰爭方面仍在存在巨大分歧。這個我們在以前就說了，即便這個諒解備忘錄簽了，後面還1個月，再加1個月，是吧？停火期達成協議，這中間也是一波三折，隨時開火。你看現在短短的幾天，已經2次開火了，雖然是小打小鬧，關鍵朗子他憋屈，被打了之後他不能說這個違反停火協議，現在已經開戰了，他不敢說，因為你要說這現在是違反停火協議開戰，那迎來的就是更大的耳光，更大的嘴巴子，更大的大錘。特朗普說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不歸任何人管理，說到做到。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不是搞了個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嗎？結果這管理局成立還沒多長時間，就已經榮獲美國制裁。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宣布，對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的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實施制裁，指控其試圖通過徵收通行費和其他要求來勒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表示，此舉是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實施經濟狂怒的施壓行動一部分。伊朗軍方最新企圖勒索全球海上貿易的行為，證明經濟雷霆行動已讓該政權陷入資金絕境。這貝森特表示，通過經濟雷霆行動，美國已對這個全球頭號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資助者施加了金融絞索。財政部已剝奪了伊朗政權用於武器項目、恐怖主義代理人和核野心的資金。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我們將繼續不遺餘力地收緊伊朗出口石油和輸出惡意影響力所依賴的船只、中介和買家網絡。在內閣會議上，特朗普還明確表示，他不在乎中期選舉。當然了，指的是伊朗的戰事影響中期選舉。特朗普說不在乎。特朗普說，伊朗試圖拖延時間，但不會成功。他不會因為中期選舉即國會改選臨近就同伊朗倉促達成協議。我不在乎中期選舉。他同時威脅到，擺在我們面前只有2條路，要麼達成協議，要麼我們把活幹完。這個昨天咱們節目說了，特朗普現在他又心生一計，什麼一計？他要把美國和伊朗的停火要跟亞伯拉罕協議捆綁在一起，也就是你中東這些完颜國，包括伊朗，你們都要跟以色列達成諒解協議。這個意思啊，就是亞伯拉罕這個協議不就是特朗普自己搞的嗎？以色列和中東大和解嗎？我看媒體報道，這個沙特的王儲萨勒曼，這家伙有意思，他給特朗普說，他說我是願意的，我馬上就可以跟以色列簽。但是老國王不同意，這意思啊，就他爸不同意，他把這個黑鍋扔給他爸了。巴基斯坦人家態度很堅決，就要落實2國方案，才有可能跟以色列簽什麼亞伯拉罕協議。所以特朗普現在在美伊談判中又這個可以叫節外生枝。特朗普一再強調，我們現在就能達成一個好的協議，但不是一個偉大的協議。正因為不是一個偉大的協議，所以特朗普現在不簽，伊朗人很着急。我們看看伊朗人着急不着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
報道，為結束伊朗戰爭而起草的伊斯蘭堡協議仍在談判中。伊朗官員強調，目前尚未達成最終協議，且伊朗方面對美國仍存有深切的不信任。伊朗方面稱，只有美方解凍240億美元被凍結的伊朗資產，伊朗方面才會與美國簽署和平協議。伊朗要求協議一經宣布，立即撥付120億美元，剩餘款項需在60天內劃轉完畢。這筆資金源自伊朗油氣收入，因美國制裁遭到凍結，目前分別存放於韓國、卡塔爾、伊拉克、德國等國。該訴求已成為化解美伊衝突談判的主要障礙。特朗普陣營對此表示反對，認為此舉等同於向伊朗妥協讓利。伊朗方面還表示，一份有關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內容涉及霍爾木茲海峽地區軍事部署以及未來協議安排等問題。根據文件，美國承諾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並撤出部署在伊朗周邊區域的部分軍事力量。作為交換，伊朗將於1個月內逐步把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船只通行量恢復至局勢升級前水平，但不包括軍事船只。航行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線安排將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協調。文件顯示，如果以美能在60天內達成最終協議，相關內容可能以具有約束力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形式獲得確認。據悉，伊朗方面強調，在完成切實可驗證的核查之前，伊方不會採取任何實際行動。這個是央視報道，什麼意思呢？你看伊朗方面現在在釋放一個什麼信息？跟美國的諒解備忘錄很快就要達成，現在是伊朗着急了。但是你想，根據他披露的這些條件，那特朗普怎麼可能答應呢？特朗普答應，那他背後的以色列內塔尼亞胡也不能答應呢，美國的那些共和黨那些強硬派更不可能答應呢。什麼意思？這個伊朗人這個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就不管你有沒有擔保，反正你這個協議簽的時候，一簽字一生效，就是諒解備忘錄，你美國就得解凍120億美元，伊朗這就是救命錢，這字兒一簽就120億到手，就雖然是他自己的錢，那你解凍他能花了，那革命衛隊的工資就發下去了，各種導彈的零部件就能買了，啥都沒幹就簽了個字兒，那協議還要執行，對不對？好，伊朗要幹什麼？伊朗是30天內讓霍爾木茲海峽恢復到這個戰前水平，他要花30天，美國還要解除對伊朗的制裁，就什麼意思？這30天裡面，伊朗的石油就可以賣了，因為大家都知道，被美國一制裁一封鎖以後，伊朗國內油罐子是吧，都已經滿了，現在馬上就爆炸，就爆倉。那你現在這樣一放，伊朗不就喘過一口氣了嗎？他這1個月的瘋狂往外出油，是不是就緩解了？關鍵他錢又賺了，120億美元拿到手，完了再通過這1個月，他能賣多少油，他也能回來多少資金，是吧？而這1個月他啥也沒幹。如果說後面說海峽又封上了，魚雷太多，什麼解決不了，再把它關上，你說特朗普這幾個月是不是前功盡棄？好不容易這個現在有效果了，你這時候給他一鬆口氣，人家又緩過來了。所以說特朗普怎麼可能這麼傻呢？簽這樣一個協議幹啥？所以特朗普一再強調，別跟我扯這個沒用的，你一切做完之後，我才能給你解凍資金，肯定給你解除封鎖。而且特朗普咬定是吧，把核協議放在前面，你得承諾要契合，把這個400公斤濃縮鈾交出來，這個還放在60天裡面談，你到时候不同意怎麼辦？不同意，那你現在已經緩過來了，對不對？錢也到手了，油又賣了，又有時間來拖了，对不对？那美國那個時候再去封鎖，又得封鎖好幾個月，想拖到這個美國叫中期選舉，美國特朗普扛不住了，投降。所以特朗普說了，別打這個算盤，沒有用，是做夢。當然特朗普還是兩手抓，一手談判極限施壓，一手那這個打擊也是箭在弦上。美國官員27日向媒體透露，美國國防部已擬定一份伊朗境內打擊目標清單，以備總統特朗普可能恢復對敵軍事行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五角大樓考慮可能重啟的軍事行動命名為大錘
目標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軍空襲的一些核設施，包括納坦茲和伊斯法罕核設施。美軍還可能打擊伊朗在哈爾克島的戰略石油設施，以及發電廠，以及軍事指揮中心和通訊設施。按知情人士的說法，伊朗境內许多已遭打擊的目標被認為是唾手可得的果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報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队海軍官員阿克巴爾扎德表示，與美國重新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低。你看看，這伊朗開始降調了。當然，伊朗武裝力量已裝滿彈匣，做好準備。5月28日凌晨，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表示，伊朗不會因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言論而退縮，將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堅守紅線，也就是鈾濃縮能力以及鈾濃縮庫存、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以及制裁獲得解除。那麼從特朗普的表態來看，他不在乎美国的中期選舉，他認為美伊戰爭不會影響中期選舉。這樣呢，可能特朗普他認為時間站在他這邊，他打和不打談判都不矛盾，也就是他拖得起。反正他現在对伊朗進行制裁，不解除制裁，在伊朗人拖延时间，那你就拖。特朗普也可以选擇打，也可以选擇不打，這麼耗。但是根據國際很多組織機構推測，這麼耗到7月份，石油的儲備可能要耗盡，那油價也可能要上漲。現在油價才90嘛，90幾是吧？到7月份，如果霍爾木茲海峽不能緩解的話，有可能漲到150美元一桶。那個時候，特朗普能不能扛得住，就要打個問號了。現在有外界有傳言，大家可以查一下是哪個媒體說，為什麼打到現在油價沒有飆升，現在只有90幾美元，90左右是吧？人家得出結論是因為某一個大國有神秘的戰略儲備，這個戰略儲備不為外界所知，就是某個大國到底儲備了多少油不知道，是個謎。而這個大國現在正在釋放這個戰略儲備，而美國的戰略儲備那是明面上大家都算得出來的，只有某大國它那個儲備是非常神秘的，到底有多少不知道。說這個大國正在釋放戰略儲備，當然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查。所以說油價一直穩定在90幾。特朗普說時間在美國這邊，如果特朗普真的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不擔心伊朗這個戰爭影響他的中期選舉，他可選的確實就稍微多一點了。那是對伊朗的毛拉政權來說，那時間就非常緊迫了，因為每封鎖一天，他們就窒息一點，日子就更難過一點。這裡面還不能忘了這背後的以色列。以色列現在動作非常頻繁，不僅在空襲加沙，把這個哈馬斯剛選上了一個最高軍事領導人，叫奧達。這哥們兒一慘，上來還沒幾天就清除了。這位奧達剛剛接替本月中旬被以軍擊斃的哈達德擔任哈馬斯卡桑姆旅新任總司令11天就被清除了。哈馬斯的最高領袖，這個軍事長官叫走馬燈一樣的換，而且以色列現在對黎巴嫩真主黨已經又展開地面攻擊。伊拉克什葉派領袖薩德爾宣布，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將脫離政治運動，完全併入國家軍事體系。他同時呼籲所有民兵派別放棄教派控制，將武器上繳國家。什麼意思？什葉派民兵，這個咱們經常听說的，這個就是伊朗精心構築的叫抵抗之湖的力量之一，在伊拉克叫什葉派民兵。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實際上它是政府軍之外的，類似於宋江、梁山好漢。現在什葉派領袖薩德爾被招安，號召其他的什麼方臘這些人都對吧，接受政府整編吧，就這個意思啊。那不就是什葉派要瓦解了嗎？要被伊拉克政府整合，這不就相當於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伊拉克的這個爪牙已經去掉了嗎？這個也不難理解，因為你背後的這個大哥啊，現在沒錢二沒人，自己被打得鼻青臉腫，苟延殘喘。在前面的這些小弟，你看现在胡塞武裝多安靜，現在也不搞事了。在哈馬斯選上了一個就被消滅一個，現在連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人家號召放下武器，現在就剩黎巴嫩真主党了。真主党以色列就已經地面进攻，所以說这個朗子精心構築的什麼什葉派，對吧？伊斯蘭革命抵抗之湖叫土崩瓦解，這個也讓很多川黑、黃鵝、哈粉、毛拉粉
如喪考妣，比死了亲爹还难受。那这一切不都是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武力打击之下瓦解的吗？难道是这些嘴炮、道德表、装货在那兒坐而論道得到的嗎？谴責得到的嗎？還不是，對吧？這個精確制導炸彈、戰斧導彈 F-35、F-22取得的嗎？後面還有新華國際報道說，根據美國政治報網站27日報道，五角大樓已耗費數月部署了對古巴發動軍事打擊所需的部隊和武器裝備，可隨時採取軍事行動。報道說，美國海軍目前在該地區集結的艦隊規模略小於美國1月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的兵力水平。美國海軍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已於5月駛入加勒比海，這是退休返聘的尼米茲號是吧？馬上就退休了，這恐怕是他服役生涯中最後一次執行任務了。隨行的還有多艘能夠發射精確制導導彈的驅逐艦和巡洋艦。飛行追蹤網站顯示，美軍無人機和偵察機數月來一直在古巴上空盤旋。搭載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基薩奇號兩棲攻擊艦以及其護航艦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亞州海岸附近，為執行新的部署任務做準備。他們隨時可以接替放航艦艇。硫磺島號兩棲攻擊艦、奧德戴爾堡號兩棲船即將返回美國。隨着硫磺島號兩棲戒備群啟程回國，美國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區還除了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外，還部署了一艘導彈巡洋艦和一艘濱海戰鬥艦。什麼意思？總之，古巴的氣氛也越來越緊張。董王又要射日啊，這下古巴粉又要如喪考妣了。反正莫名其妙，這有的國家它就有古巴粉，有哈粉，有地保粉，有毛拉粉，誰邪惡他就粉誰。對吧？這個共同特徵就是邪惡粉，他們一看到董王對這些邪惡力量動手，他們就受不了。作為正義之士，希望董王對毛拉不要手下留情，知道吧？要加大力度，要掄起大錘，而不是小錘。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